统计指出，讲2022年新增加13万个癌症的朋友，目前癌症的5档存活率已经超过60%了，会当来恢复正常的生活。也毋过，癌症希望基金会调查嘛发现讲，癌症的朋友伫治疗期间，也是讲搁转去工课场，嘛是拢搁爱面对真侪问题哦。所以，呼吁政府应该爱有一套治癌劳工沟通的指引，来打造优胜的工课场。爱后友善就业，治疗与工作平衡。朋友团体甲民进党立委王正旭12早起联合召开记者会，公布上新癌友就业现况调查，发现癌友伫治疗期间甲中会这段时阵，普遍面临制度不足、沟通不便，卡甲企业欠缺支持等3大困境。如何能够让这一群癌友们，还有他的家人们，在这个罹癌治疗过程中跟康复以后，如何能够保有好的工作环境，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很多高价的癌症用药，它是需要自费的，所以如果一旦他没有办法顺利的回归职场，整个家庭的收入立刻会受到很大的影响。癌症希望基金会指出，超过9成治癌劳工上需要主管协助工作内容调整，会当调整的工时，提供优先的休假制度。不过其中，敢若一半的受访者认为，雇主会当满足需求，差则济，互一寡癌友伫治疗甲工作中间陷入两难。1年请病假在10天内呢是不可以有不利处分，而且举证的责任是由雇主来负担哦。根据卫福部的统计，2022年新增加癌症人数是13万多人。早期体检治疗会当提升以后存活率，转癌症的5年存活率已经达到60%。愈来愈侪癌友会当治好正常生活。癌友团体是呼吁政府应该建立治癌劳工这场沟通协调指引，打造癌后优先的就业市场。劳动部是答应会甲诉求早登去做研究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